热天正是山野盛产的季节，不过受到疫情的关系，包括病农事件，和整个果菜市场整体交易量下降，加上三级警戒，造成观光甲消费嘛大受影响，连带影响山野的产销。对此，立委陈廷辉甲议员吴通良为了帮助在地农民来行销，特别发起企业甲民众来林买山野，并且递赠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一方面做公益，也个用来帮助农民。非常感谢吼，伫咱这段防疫的期间吼，咱第一线医护人员真正做辛苦，伊牺牲伫因的家庭、因的时间，会当讲专心付出。所以今仔日特别来到咱麻豆新老病院，甲因特别感谢，无论对咱的防疫，还是咱的施打疫苗，他们都是协助我们做最安全、最健康的一个防护，真的很感谢他们啊！所以咱嘛感谢着咱吴通良议员，甲着咱地方的企业结合向着咱农民吼，咱知影讲，咱即马台南的山野是大出，所以伫咧大出当中，更加需要大家来协助，所以会当做即个媒合将咱的农民的山野会当送到咱的医护人员的手中，来甲因感谢因这段时间替咱的付出。而且，阮看到新的一面代表看到农民的苦。那么，阮主要是甲陈廷辉委员、甲企业的结合，大家能够发挥所有的爱心，将农民的苦呢，尽量会当帮因解决。一方面就是咱嘛感谢着咱所有医护人员的用心甲付出啦吼，在防疫期间还要打疫苗，还要做所有健康的把关，所以阮伫遮吼，甲陈廷辉委员大家共同来努力来拍拼，希望抛砖引玉，所有的企业界大家共同来。做这个区块，一方面对社会、对农民对医护人员拢有所帮助的代志啦吼。伫企业甲民众的热情赞助下，两位民意代表上午嘛分别前往柳营基美病院、甲麻豆新老病院，总共赠送150箱的爱文山野。为了第一线的辛苦医护人员，守护台湾人人有责啦哈。那医院有医院的角色，那也感谢各位立委议员，还有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哈。我们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是一样。那希望台湾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波的疫情。那我们也在这中间学习啦哈，那各样不同的角色，那我相信这段时间我们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成长。那上帝祝福大家，那也谢谢大家的一起的关心，谢谢。为了支持农民家庭医护人员，立委甲议员嘛特别感谢晋宏甲新丽两间企业的热情赞助，除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小农，另外嘛替医护人员善尽社会责任。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